你只要会唱的歌曲，我们都会吹。当然有英文歌曲啊，也有台语啊、国语啊，日语还没有哈。日本歌要不呢？还没有啊？你刚刚没唱的日本歌呢？没有哈。对呀，东洋歌曲没有。哦，也是安排啊。安排的还你这搞的。但是我跟婷婷也可以唱啊，这样。哎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对唱啊，可以对唱一下。很多种的嘛。哎，就歌仔歌曲，像几时再回头啊，泪的小这些都可以的。哎，都叫做讲得多，咱就唱得多。好的。几时再回头？哎呦，那我啥 Q 啊 Q 么阿没拉达。就是几时再回头。泪的小雨。那是泪的小雨。哦，那几时再回头呢？哎，这个听音乐一样的意思。赶快呢。同样的。哎，都是一样的年代的。哎对，想到哪里唱哪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安尼在。你也看外头呢，安尼就可能无啥会晓。哦，都是的。泪的小雨，你知嘛？泪的小雨。袂讲介困难呐。免。要唔过吼。咩安尼啦？你就照安尼分你大家人，若无信心的时阵弄来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飞哥。头一款就安，若不要分了哈。哎，小块眼神的不一样。啊，这很简单。哦，这简单啦。泪的小雨哈。啊，要给我一款是。好吧。泪的小雨。这嘛是咧配合的动作。Let's welcome Jackie and Fat Boy。大的姑娘一朵花，一朵花，眉毛弯弯，眼睛大，眼睛大。嘴唇雪白呀，雪白呀，粉红的笑脸，粉红笑脸赛晚霞。不错不错，哎呀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哎，行啊。哎呦，这首歌吹得真轻松啊！这是开玩笑呢啊！不但是国台语歌曲啊，嗨呀，西洋歌曲也是一样。这难不倒你们了哈！现场有几位外国来的朋友。哎，对。Hi, my friend. Yeah. 哎，Welcome. 哦，刚才那吹不到很过瘾的歌星，在我们两个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就是还不能旗鼓相当着。对。是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们刚才那首歌什么《18姑娘》？是啊。哎呀，那请到他就对了，吻合了。哦。哎，80姑娘。80姑娘，我有一点事先走了。我跟你讲，不是，当然没有80。您讲的大概是范晓萱对不对？我最喜欢帮她伴奏的啊。这个那难道是林佳怡吗？还是陈明真？陈对了，陈对了，陈莹洁啊，我有一点事先走了。哇，请假有代志。长辈过年不一定我得像他们唱歌这样子有 feeling， 跟你们的乐队才能相得益彰。真的是这样子。哎呦，你们在啊？那今天你要帮我们撮合。然后你撮合哪一方面？帮他吹一吹啊！这个很重要，要好好的吹，一定要吹得他舒舒服服。听说他好像也对这个很内行啊。他也吹。是啊，我是说横笛啊，听说他这个厉害，横吹笛来竖吹箫啊。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跟他讨教一下的。真的是他来了，那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可是要考一下了。祝你顺风，没问题吧？来。今夜我俩要分手，离不开
诉我，深夜里我也不理谁。一个人喝咖啡，不用你来陪。过去的事我不怪谁，过去的事绝不后悔。请你不必来找我，我要喝杯苦咖啡。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菩提咖啡。没有人理我，我也不理谁。一个人喝咖啡，不用你来陪。日落西山黄昏时，寒冷东风阵阵起，回头久把我满是，阮男友酒做愿起，欣赏音乐就袂离。一杯一杯饮落去，饮了过头是你知，思会发生才知意。Please release me, let me go. For I don't love you anymore. But I have found my new love too. So release me, my darling, let me go. I never let you go. Why? Because I love you. I always love you so. Why? Because you lost me. We found a perfect love. Yes, that love is yours and mine.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.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. We love each other, dear, forever. 对你。无人呢，我无要唱英文呢，卖唱英文歌啦。哪语嘛是？哪卖啦语啊？啊，你头拄唱英文歌我就听无，你哪里啊就笨笨。你真是笨这国傻。腔若无停，我嘛无法度咧。国腔你即摆是啥？国腔。莫安尼啦，一直唱落去，都唔知是不是在点难的哦。哎，头前唱英文歌我想曲讲，，咱既来照道理讲，阮唱什么歌，你拢有法度接到才对啊我。接到啦，会想啊，对无？啊，这款题目台语歌真少啊，哦台语歌少啊，对。我都陪咧唱啊，啊，国语都错了，或个英语去，害啦。我就是要挑工看卖者，我毋是凊彩替人咧笨的呢。哦，但是我咱平常心讲吼，我顶一阵仔咧看你的节目咧笨吼，你无认真咧笨，所以你今认真咧笨足赞的，真是了，哎呦，真的吹的真的很好不了，跟你讲啊，啊，怎样？感觉感觉赞哦你给你，伴奏安尼伴。哦，真赞，我唱得蛮爽。你只要会唱的歌曲，我们都会吹。当然有英文歌曲啊，也有台语啊、国语哦，啊，日语还没有哈，日本歌要无呢？还没有啊，你刚你刚没唱的日本歌呢？没有哈，对啊东洋歌曲没有。哦，会使安排啊，哦安排海你才搞的。但是我跟婷婷也可以唱啊，这样哎，对啊，对不哦，对？可以对唱我们也可以啊，对唱一下。很多种的嘛，哎，就歌仔歌曲，像几时再回头啊，泪的小这些都可以的。哎，是，都叫做讲得多，咱就唱得多。好的，几时再回？哎，呦，南花沙 Q 啊 Q 莫阿梅拉达，就是几时再回头？泪的小雨。那是泪的小雨。哦，那几时再回头呢？哎，这个听音乐一样的意我都思，赶快呢。同样的，哎，都是一样的，连带的。哎对，上哪来唱哪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安尼使。你看你也看外头呢，安尼就可能无啥会晓。哦，多一个。泪的小雨你知嘛？泪的啊，小雨。袂讲介困难呐，免，要毋过吼，莫安尼啦，你就照安尼分你这个大每一个概人若无信心的时阵，拢会安尼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飞哥。头一款就安，若袂晓分就哈。哎，小快眼神很不一般。啊，这很简单哦，这简单啦哦，。泪的小雨哈。啊，啊，要给我一款是好吧，泪的小雨。这嘛是咧配合的动作呀，动作配合呀，是吧？是表演动作无配合吗。啥会晓。应该会啦。譬如讲，人若问你一个歌，你若袂晓，吼，那你的表情，
你也尴尬，一滴东西呢，在桌上了，这填个桌上上，这是他的表情呢，要不然就这样。我今晚不要的讲，我直接讲了。不是要像我这样，要像你这样。因为主持人大家好，这个有时候问你不会的，看反应就算你不会了。譬如我讲一个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。啊，看到没有？他如果不会就是这样。无后边怎样？卖讲英文嘛，对吧？那都没要，那都没那嘛，对不？对。我这个人就直的，就不他就很会直，像我就不是。你问我不会的，累的小雨再问一次啊。我有3种表情，先第一种来了。你看要累的小雨，那个啥 Q 啊，科目阿妹了。这就是我袂晓，所以后摆呢拄着安尼，你看我表情，你知影我会晓。第二种，哪种？你爱问我问一届。累的小雨你会晓的。干嘛春秋嘞？做点啥？干嘛安尼叫来叫去？好，我就这样了。哎，累的小雨，累的小雨好吗？安尼就是袂晓。在今天我要考一考陈莹姐，行不行？好吧？哎，那这样，那您先下去，不然他这是往你这里考，我们考不到他的这个好的才华。您放心，有什么题目您就出吧，这2位算是神童啊。好，那我现在我跟他配就对了，我跟他们配 ，OK 了。怎么样？来一点特别一点，让我们吹的也比较过瘾一点啊。这样哈，那收看嘛哈，有几种歌哈，像什么是黄梅调啦、评剧、歌仔戏啦。啊，黄梅调如果是说很多种是有很多对唱，对不对？但是像我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我们就这样唱。好。啊，这样唱我去交道的话。什么道？交道。是什么东西啊？交道了。交道的。好了，我那个咱俩好好唱一下。好。地方戏曲啊。好。想必是雪春在里面。哎，好，哎，不错。现在又要来一首这是康康舞了。哦，听音乐，照我们的动作来哦。1、2、3、4。